镜头专家国际，真讲到世界有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嘛是环保的创举者。10月初一是伫咧美国加州逝世，才到91岁。这位来自英国的科学家，用一生记录研究黑猩猩的行为，在生时嘛强在呼吁人类要重视气候危机。 美西时间10月70号早，珍古德研究所宣布珍古德过身，或者场伫加州举行的正式活动，临时家属对事定合，现场气氛哀切。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learned this morning, Wednesday, October 1st, 2025, that Dr. Jane Goodall, DBE, UN Messenger of Peace and the founder of 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passed away due to natural causes. 英国伦敦来珍古德1960年一人去非洲坦桑尼亚，伫贡贝斯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区展开数十年的研究。伊拍破迄时阵学界敢用数字记录动物的传统，为黑猩猩号名观察因的家庭情感，佮证实黑猩猩也制作工具拍蜡，改写人类照顾的行为的定义。 透过国家地理杂志甲纪录片，珍古德将黑猩猩的世界带入去全球的家庭，成做迄时阵上名女性科学家之一，也开启欧洲女性灵长类研究者的道路。后来，伊豆豆将焦点转向环保甲气候行动，推动教育计划甲保护生态地。We're part of an extraordinary species, and we will only achieve our true human potential when head and heart work in harmony. 珍古德后半生转向全球环保甲教育行动创办金家计计划，伊去世界各地推动保育，得到英国国会、法国人权军团勋章，甲202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即摆伊过身，留予大家科学突破，甲英雄理念并存的遗产。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辑。